再来看有关交通的消息。今年1月份到4月份为止，因为车祸死亡的人都有1039个人。行伫路面发生交通事故的是增加了上济，也若食酒骑奥多摆的案件，即嘛愈来愈多。根据健保署的统计，去年交通事故有52万多件，健保的支出是超过66亿5千万，创下新高的纪录。这嘛显示咱国交通的问题要爱改善。车停伫咧路口已经青灯也唔行，路边的民众发现驾驶趴伫咧行道路顶头随报警，警方到现场发现车内规个拢是酒味。原来这个姓陈的驾驶前一暗可能食饭啉酒，啉到透早2点外，过一醒了又搁出门上班，无想到讲还搁伫咧醉，酒测台超过标准，比依照公共危险罪以上。交通部上新的道安数据显示，今年1月到4月死亡人数又搁比去年同期增加。观察骑奥多摆、士大人，抑搁啉酒开车、加行路人的事故，拢比去年增加。因若医疗医所也伫咧医疗事故现场发现到，去年因为抑搁伫咧疫情中，民众较少坐大众运输工具，家己骑车、甲开车，私人运具事故有明显的增加。在疫情这3年来讲的话，那因为民众使用这个一般的汽机车的频率提高，而导致这个风险交通事故的风险也跟着提高。车祸事故增加，健保署统计，去年52万多件交通事故，总医疗费用创新高。因为健保规定，交通事故的医疗费用就要10万以上，才能向产险公司代为求偿。无达到标准是由健保给付。去年就支出超过66亿，是史上新高。甲7年前比，已经增加要加1倍。不管它的健保的赔偿的金额多少，理论上，商业保险公司都应该全额赔偿。好，那我们认为是说，健保署跟那个金管会的保险局应该要更好的沟通。私立医疗医所协会呼吁，伫咧物价即马愈来愈悬，医疗费用也愈来愈贵，健保的债务阁正严，建议会当向下修正交通事故代为求偿的标准，互产险公司来给付。因果源头也是回归到政府做好交通管理，降低死伤事故。记者综合报道。